迎翻到嚟 Nutcracker Travel， 我係 Poland。我係阿謙。咁我哋後邊咧就係呢個 Lake Rotorua 啦，就係呢個北島入邊咧第二大嘅湖泊嚟嘅。咁今日咧我哋就會做一個Rotorua 周邊嘅一個自駕遊嘅行程啦。我哋仲會去呢個 Agordo 牧場做一個牧場體驗嘅。好，事不宜遲 ，Let's go！紐西蘭行程嚟到下半部分，我哋搭飛機翻到去奧克蘭國際機場，展開紐西蘭北島嘅行程。為咗方便嚟緊幾日嘅行程，我哋機場租車之後，就即刻南下離開奧克蘭，揸1個半鐘頭車去我哋嘅目的地——紐西蘭第4大城市 Hamilton。好嘅，其實嚟呢度冇咩特別嘢做嘅，就純粹因為呢度係去我哋其他景點嘅一個好好嘅一個中轉站啦。咁我哋就 station 喺呢度，喺呢度住幾日。喺呢度咧出發去其他景點。我哋首先介紹一下係 Hamilton 嘅住宿。呢度離 Hamilton 市中心5分鐘車程，有前院後院。行入大門會先嚟到個玄關，大屋由玄關分為左右兩邊。我哋睇下右邊嘅部分。大屋嘅右邊係一整個客飯廳，地方非常闊落。一個包袋設計嘅開放式廚房，齊備各種廚具設施。有焗爐同微波爐、電飯煲同多士爐、各種碗碟同埋餐具，同埋各式各樣嘅杯，由茶杯到酒杯都應有盡有。大家真係可以喺呢度大展廚藝啦！穿過玄關，我哋嚟到大屋嘅左邊，呢度有一個設有浴缸嘅浴室，洗手盆下邊亦都有風筒，隔離仲有淋浴間。馬桶就係一個獨立嘅房間，唔使擔心爭廁所。車房非常之闊落，可以容納2部 SUV。洗衣機同乾衣機都喺車房入面。大屋設有3間睡房，其中一間係有套廁嘅主人房，另外亦有一間雙床房。休息一晚之後，我哋起程去今集嘅重點目的地愛哥敦皇家牧場。如果由奧克蘭市中心出發，需要2個鐘頭40分鐘嘅車程，但如果由 Hamilton 出發，即係需要1個鐘頭20分鐘就可以到達目的地。嚟到 Agordo， 等我哋一齊參加紐西蘭最好玩嘅牧場體驗啦！ Agordo 喺1971年成立，創辦人 Godfrey Doan 喺1970年代表紐西蘭出席大阪萬國博覽會。當中 Sheep Show 一炮而紅，創辦人就決定喺家鄉固定演出。Agordo 成人門票紐元59蚊，可以現場體驗 Farm Show。Farm Show 每日有3次演出，分別係朝早9點半、11點同埋下晝2點半，會展出多達19種綿羊，大家名副其實懶洋洋。Farm Show 第一個節目就係即場剃羊毛，主持詳細解釋剃羊毛嘅工序。大家仲可以將羊毛拎喺手上面添。佢話佢已經75歲，每日咧就係用啲羊毛上面嗰啲油脂咧，係咁搽自己塊面嗰度，所以75歲都話冇一碌勁。第二個節目係爭牛奶，請嚟牛媽媽，主持會邀請幾位觀眾上台參加。首先學習正確嘅姿勢，然後就係實戰，大家要記得溫柔對待牛媽媽啊！揸完牛奶會得到一張證書。第3個環節，主持繼續邀請觀眾上台，每人派一個奶樽，唔通真係要大家試飲奶？原來係要餵羊 BB 啊！羊 BB 真係用盡食奶嘅力，食到成面都係啊！希望大家都健康成長啦！跟住落嚟，主持人叫咗牧羊犬出嚟，準備示範指揮牧羊犬。但係要帶領嘅原來係鴨仔，牧羊犬成功帶領鴨仔去到指定嘅位置。睇下牧羊犬幾精神。台上面嘅綿羊唔係喺度食，就係喺度瞓。節目完咗之後，大家可以自由去台上面近距離接觸綿羊。雖然好大隻，
但係佢哋都非常友善，或者係根本都唔 care。真係一個好精彩嘅演出，非常值得大家嚟睇啊！睇完 Farm Show， 拖拉機已經喺出邊等緊我哋啦。拖拉機將會帶領我哋遊覽牧場，大家準備好就要出發啦。由於車卡係冇欄杆嘅，大家要小心唔好將隨身物品跌出車出面啦。有兩隻綿羊嚟打招呼啊！冇嘢食，當然梗係留唔住佢哋啦。究竟係我哋睇緊啲羊，啲羊睇？拖拉機喺羊群入面停低，大家可以落車親親小動物。好暖啊！佢哋，喂，佢哋冇鬧人啲咯咁 aggressive 喎。我都係收翻呢句説話先。我哋踩我嘅你，喂，naughty。啱啱俾隻羊踩咗腳，好痛啊！而家佢踩到我成條褲都係泥啊！係啊，我都唔知係泥定係屎。拖拉機繼續出發，嚟到下一個區域，睇下啲牛牛幾悠閒，會唔會覺得寧願做一隻牛呢？呢度仲有草泥，係其實頭先啱。啲毛都好好摸啊！呢個佢哋同樣都係食同一種嘅飼料嘅啫，其實同你一樣咯。冇啊！仲有黑色嘅綿羊，摸佢哋好似摸啲地氈咁。喂啊！你啊，得啦，係啊，聽到你講，喂，冇啦，最後啦，冇晒，跟住就散。好啦，好唔好玩啊？好玩啊！超刺激！完成 Farm Tour， 拖拉機帶我哋翻返去起點。哇！可以親小動物，我極度推薦呢一度。落車之後可以喺隔離洗乾淨鞋底啲泥。Agrodome 真係一個好精彩嘅景點，大家嚟紐西蘭不容錯過啊！離開 Agrodome， 我哋向 Rotorua 市中心出發。由 Agrodome 出發，15分鐘就可以去到 Rotorua 市中心。嚟到中午係時候要食 lunch 啦。我哋嚟到 Rotorua 一條食街 ，Eat Street 位於 Rotorua 湖邊。名副其實，街道兩邊都係餐廳酒吧，各種菜式一應俱全。我哋嚟到一間扒房 ，Max Steakhouse 提供各種午餐，由牛扒到海鮮都有。Yes， thank you。呢個要影啊！呢度嘅食物份量十足，而且賣相都相當精美。啱啱叫咗個生蠔啦，49.9一打，比較淡嘅，比較淡。蠔嗰肉味都 OK。咁今次我係嚟到紐西蘭第一次食呢個 fish and chips， 據說呢度好食過英國嘅，好好食喎，好好食喎 fish and chips。啲魚肉好實，有啲地方啲 fish and chips 一切就會碎開咁。佢呢個係切完仲係好實淨。我叫呢個 seafood pasta 有好多芝士嘅，好 creamy， 同埋嗰個 pasta 好彈牙。你呢隻麵嗰個味咧，令我諗起披薩克嘅海鮮闊條麵。好食過披薩克海鮮闊條麵好多啊嘛！個牛我覺得熟，熟得滯，熟得滯。食完 lunch， 我哋去 Lake Rotorua 行下。紐西蘭位於板塊邊界，所以有頻繁嘅地殼運動。除咗地震，仲塑造咗好多火山地形。Lake Rotorua 係紐西蘭北島第二大湖泊，係位於北島中央嘅破火山口。上一次爆發係25,000年前，大家可以喺湖邊嘅公園散步，甚至係釣魚。咁呢個 Lake Rotorua 咧，以前就係一個好大嘅火山嚟嘅。咁爆發完之後咧，地下嘅岩漿庫就沉咗落去啦。咁之後就積聚咗啲水喺上面，就變成呢個火山湖。咁其實真係幾舒服、幾悠閒嘅喺呢度。
由於鄰近火山湖 ，Rotorua 有大量嘅地質景點，其中一個最常見嘅地質景點就係市內一個個嘅溫泉。由於水溫非常高，呢度嘅溫泉係唔適宜入浴嘅。但係當然，我哋嚟到呢度唔單純係欣賞溫泉啦。喺 Cooirau 公園入面有免費嘅浴池，泉水溫度經過調整，大家可以喺度享受足湯。其實浸耐咗之後呢，隻腳板底 warm up 咗呢，全身都會跟住暖㗎喎。喺呢個咁凍嘅天氣入面，我講英文 grammar 啊 ，grammar 咯，你講。如果冬天嚟到 Rotorua， 喺公園浸腳真係一個好好嘅節目，大家不妨帶條毛巾嚟放鬆下啊！天色開始漸暗，我哋經過一個 Rotorua 嘅地標，經過 Rotorua 嘅市中心。今日係星期四，市中心嘅街道會有夜市。夜市攤檔主要出售食物，來自世界各地嘅菜式。呢個攤檔發售泰式食物，亦有韓式食物嘅攤檔。如果想試下西式嘅口味，呢度亦都有熱狗同埋 pizza， 連生煎包都有啊！夜市中間設有用餐區，呢間泰式美食車出售各種飲品，售價同香港嘅手搖飲品差唔多。夜市仲有手作形式嘅攤檔同埋 live music。老實講，呢個夜市冇乜大嘅賣點，大家唔好抱有太大嘅期望。今集嘅時間就差唔多啦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嘅片嘅話咧，就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我哋嘅 channel。咁如果大家有留言嘅話咧，亦都好歡迎大家喺下邊留低 comments 俾我哋嘅。好啦，就咁樣啦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嚟啊！嚟咯！嚟啊！走音嘅喎呢個，哇！要去到呢個先至啱喎。下一集我哋將會展開不可思議嘅旅程，到訪魔界電影場景 Hobbiton。走入哈比人居住嘅地洞，感受電影入面嘅氣氛。嚟到 Green Dragon， 品嚐豐富嘅自助餐美食。我反而覺得個牛真係幾好食。你已經食牛。走過中土世界，一齊同我哋探索 Hobbiton。